麻木的一天，沦入了陌生喜欢的世界，翻翻剧本到底怎么写？新来的领导废柴本是从头学，命运的玩笑究竟怎么解？开挂的系统就能不停歇，一板一副我成了失恋，阵法招式和情节，谁值得考验？是我一击看下去。来不及防备，逼得我无路可退，这大概是什么鬼？你什么段位？我堂堂的天神，只在谁怕谁？别给我机会，我要一路到神奇，被选中不是原罪。